先一开始来关心台铁列车昨昏是小连续发生3件乘客暴力事件。花莲一个列车长互旅客扇喙皮，也伫苗栗3期站，列车长是互啉烧酒醉的旅客木头前腹肚。也伫树林站受乘客举刀片起来坐车，尾也互警方抓去。台铁即马表示，会协助受害员工提出告诉。台铁2日发生几多件列车长遭受暴力攻击的事件。城市透早5点半，太鲁阁上邦列车，这个查甫乘客两边刺紧急开关讲手机无电要充电，也因为手机声音伤大，互其他人下头，车长去处理，都互这个查甫人扇碎皮，一个用棍头武功攻击。通报铁路警察伫花莲站解读伊的运送客户，强制送病院。该男有致伤及伤人等危险行为，依精神卫生法第32条，好联系卫生所及119。将其强制送至国军花莲医院就诊。伫咧同一天下昼5点外的3二车站，这个查甫人用手捶列车长的颔棍仔，双方互相拍对方的头。陈男在列车上因播放音乐太大声，列车长予以阻止不听，列车长将车班停在3义车站，双方于列车上发生口角，进而失控。攻击列车长，而引发肢体冲突。列车长拿头受伤，腹肚也互伊木几落拳，造成切挫伤，送病治疗。初步判定是轻微的脑震荡，还佫留院观察。到暗时6点外，有旅客通报讲有人举米工刀，列车长通报铁路警察，伫咧中立车站甲人抓着，以恐吓公众现行犯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乘客特殊行为常常发生，代替产业工会讲，2019年铁路警察李成汉协助处理旅客纠纷被抬死的代志，大家还佫会记的。一个人的困无真危险，爱赶紧把人保护到。交通部与台铁公司应立即承诺增聘车站及列车保全能力，严拟合理的密录器使用规范。台铁公司也在这边严正谴责任何暴力行为，将会专业支付受暴力列车长的诉讼费用，捍卫第一线同仁特群的安全甲权益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